呢一集同大家傾傾鬆弛有度嘅短期旅行。而家年紀大咗，發現對於旅行嘅理解冇以前咁執着，特別係短途旅行，可以允許旅程入邊冇具體嘅行程安排，簡單問咗朋友或者網友嘅推介之後，覺得合適就去做下功課睇下，發現去旅行一個鬆弛嘅狀態其實幾好。到達目的地之後，每日瞓到自然醒，沖個靚涼，可以行路就行路去景點，行到攰肚餓就坐低休息下，食下嘢，都冇話一定要食啲乜好特別嘅嘢，見到乜嘢就食乜嘢，但係又可以為咗感受一間咖啡店嘅氛圍，叫網約車坐70分鐘去超下都可以㗎。因為唔趕時間，第一次叫咗順風車，雖然要等耐啲，可以靜靜地咁看人來人往，同時又可以慳下錢，其實都幾正。步伐慢落嚟之後，發現可以做嘅嘢反而多咗，例如可以坐下人哋城市嘅地鐵，行下路，等下位食飯。平時返工真係太趕，依家放假有時間可以揮霍，其實都係一種奢華嚟。唔知道有冇朋友共鳴呢個鬆弛有度嘅旅行狀態呢？定係你鍾意好 hea 好 chill，定係好趕嘅安排？喺留言話俾我知啦。